外界唔睇好一個新人開紅館，票房一定會太嬌。結果側田第一場 One Good Show 演唱會嘅門票10分鐘內全部售罄，公司即刻宣布加開2場。雖然之前因為偷拍事件一度陷入陰霾，但係側田繼續用音樂證明自己。佢嘅第2張專輯 No Protection 喺2006年3月推出，到咗年底，側田第一次衝入叱咤樂壇男歌手3甲，攞到銅獎。男歌手銅獎，側田。從新人到同陳奕迅一齊位列3甲嘅一線男歌手，佢只係用咗1年多嘅時間。側田嘅第3張專輯 JTV 喺2007年推出，主打歌《男人 KTV》橫掃當年香港4大樂壇音樂頒獎典禮所有10大金曲獎。側田《男人 KTV》出道3年內推出嘅3張專輯，全部獲得金唱片認證，其中第3張專輯 JTV 更喺2007年 IFPI 香港唱片業銷量大獎中獲得10大銷量本地歌手獎。3年由冇人睇好嘅新人急速衝到男歌手3甲，但係同一時間過快嘅上升亦為佢之後跌落神壇埋下咗隱憂。